喺澳門咧，如果要加個大電錶，起碼咧就白交3個月租啊！大家好啊，線上工商部今日同大家傾一個話題咧，就叫做 AI 年代 VS 部門效率。話說咧，最近同一個老細傾偈，咁佢有間1萬零2萬尺嘅廠房咧，就想申請個電力去到大電錶，即係3噸100瓦以上啦。咁因為要入職同埋收職嘅大電錶，所以基本成個流程快嘅話咧，要3個月左右。但係如果中間係有啲小出錯嘅話，可能就會延遲嘅。咁呢個老細咧都係一個資深有經驗嘅老細啦，但係呢個廠房咧程序上都係比較複雜，提交文件嘅技術人員啊喺文件上咧出錯咗少少，咁啊就要修改2次。咁每一次嘅修改咧又耽誤咗40日左右。而搞下咧，搞咗差唔多半年啦，呢個電力都未成功加到啊！咁如果呢個單位係租人哋嘅話咧，其實就等於要白交半年租噶啦。好，加一個電半年都未加到，做一次修改要等40日，呢個效率係個咩水平咧？做呢件事係咪一定要咁耐咧？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反思下呢個效率問題啊！而最近咧，正值澳門特首換屆，聽取各界意見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就出呢一條片，幫一啲企業家同埋業主反映下佢哋嘅心聲同意見。我哋覺得咧喺企業咧同政府溝通嘅效率方面，可以改進地方應該有好多嘅。例如澳門出一份公務局嘅圖則咧，就大概10個工作天嘅，連埋假期咧，即係差唔多14日啦。但其實喺邏輯上嚟講，呢份公務局圖則其實只需要技術人員咧喺電腦入邊揾出嚟，按一個打印，而有技術人員咧再吸翻個人就已經搞掂㗎啦。有冇辦法優化到1到2日嘅空間咧？定係入邊有一啲必要程序，我哋外界係唔知嘅咧？又例如咧，加大電錶要入職同收職，相信基於安全嘅考慮啦。但係入職係咪一定要3個？邏輯上嚟講，要做嘅嘢應該只係內部技術人員咧審核過呢一個電力嘅入職報告啦，然後批定係唔批？批嘅話咧就行得㗎啦。咁可唔可以縮短到超過一半嘅時間咧？喺特別複雜嘅 case 或者特別貴重嘅 case 咧，有冇特快通道可以提供嘅咧？而再另外啦，其實澳門而家做生意要入職同收職嘅行業咧，包括餐飲啊、美容啊、教育啊、藥房啊、食品加工牌等等，基本上所需嘅時間短極都要成個月，好多咧都係超過半年嘅。而咁長嘅時間入邊，感覺上大部分等待嘅都係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文件批核嘅時間。而呢啲批核只會話俾你聽等幾耐，但係就唔會話俾你聽點解要等咁耐。其實一直以嚟，所有人都習慣咗同政府部門打交道咧，就係喐下10日8日工作天啦，先會有一個回覆嘅。但係喺呢個 AI 嘅大時代底下，已經出現咗各地公務員嘅裁員啦，相信喺成個世界都敲起咗效率嘅呢個警鐘噶啦。而特別喺呢個經濟水深火熱嘅大背景底下，更加需要一個效率嘅提高。淨係講遞文件入職呢啲咁嘅範疇咧，如果效率提高1半以上嘅話，係可以幫市場慳翻非常龐大金額嘅不必要嘅浪費啊！對中小企同業主嚟計咧，都算係9項之中嘅一點金糧，有少少幫助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你有冇遇過呢一啲流程漫長等待嘅 case咧？歡迎留言討論啦〜